咁我哋其實全部都係豬骨湯底嘅，不過豬骨湯底以上咧，咁我哋就會有原味啦，本身有豬骨湯啦，跟住加咗蝦嘅味噌啦、蝦 Ebi Miso 啦，同埋擔麵三個辣辣地嘅。咁小食就得餃子同埋龍蝦蟹翅沙律啦。喺香港開業12年嘅博多拉麵別天神，喺今年8月31號結束喺康怡Eon嘅最後一間分店。短短2個月，品牌正式進駐英國，喺港人聚居地Sutton開設新店，成為當區難得一見嘅日式拉麵鋪。唔少曾經喺香港捧場嘅熟客，更加專程嚟到排隊。第一次佢應該開咗唔係好耐，我今朝先知道我朋友響加拿大 send 個 message 俾我話，有間嘢開咗喺度喎，咁我突然間因為呢幾個禮拜落雨，咁冇乜時間踩單車，所以我諗住不如踩單車嚟試下咯。我好耐冇食拉麵啦，我即係好多年前我食味千拉麵，香港味千拉麵嘅年代，你諗下都已經係我後生嘅時候，我60幾歲㗎啦嚇。我未嚟英國之前，我已經幫襯開佢㗎啦嚇，因為我喺尖沙咀大，咁嗰陣時亦都喺尖沙咀返工，所以經常幫襯。但係我記憶之中，好似第一次幫襯喺銅鑼灣，好耐冇食過啦，係啊，咁知道佢喺度開，支持下老闆咯。喺英國要保持正宗日式拉麵水準並唔容易，於是 Rocky 仍然堅持香港時嘅做法。將價值40萬港紙用嚟熬湯嘅專業鍋具搬到英國店，調味料亦全部從日本入口，當然入貨時間比香港長得多。對佢嚟講，味道絕對唔能夠因為換咗地方而改變。經算嚟嘅，係啊，會耐咯。可能即係你可能日本寄過嚟，你覺得可能要清關報關啊嗰啲咁樣，可能要搞2-3個月一水。咁好在呢個地方夠大咯，咁我一次就可以攞多啲。堅持啫，你自己，你即係總之你任何嘢你都搞到個 standard 同香港或者同日本一樣嘅。即係譬如簡單嚟講水咁我咪特登喺香港託個軟水機過嚟咯，係啊，咪揾人喺度裝咯。咁你啲水咁你解決到水，其實水好緊要嘅，即係水你硬水同軟水爭好遠嘅都。咁水咁你搞掂咗咁咯。咁跟住食材你又盡量試到同香港一樣味。咁基本上事在人為嘅啫，我覺得。冇嘢搞唔到嘅，真係如果你真係要做得好嘅話，咁其實我有個理念都係嘅，請喺日本學完香港做開始，我已經係唔會話妥協話究竟香港人嘅口味係點啊，或者點樣做啊咁，我冇去特登去改呢啲嘢嘅。咁調翻轉，如果係香港過嚟呢度，我都係用翻最初我哋學嗰陣時點樣做，就係跟翻點樣做咯。即係我成日覺得個客咧可能係即係。可能有啲人去過日本食嘅，可能會覺得呢個係正宗啦。就算冇去過，咁可能有啲咩意見都好，我就傾向係去教翻佢哋係啲乜嘢係正宗㗎咯。I ordered the shrimp ramen. It was actually really nice. I really enjoyed the shrimp taste. I've never had shrimp ramen before, so I actually enjoyed this one quite a lot. I ordered the hot Thai style ramen. It's very unique with the onions and the mushrooms. 喺英國開店人生路不熟，但 Rocky 未驚過，因為有西雅圖店7年嘅經營經驗。佢相信只要維持食物質素，日式拉麵喺海外市場仍然有好大嘅發展空間。我決定我依間鋪已經係年半啦，咁跟住中間我哋香港人仲做緊，咁到咁啱真係最後一間香港冇得做。就輪到依間開啦，咁其實唔係搬過嚟嘅，依度已經本身就諗住一齊做嘅。一來會依度又容易揾到香港人幫手啦，又請到香港人啦。咁二來我覺得真係中產或者啲熟客好多都真係過咗嚟，即係譬如我喺啲社交媒體度見啲留言，都係話咁我好想食啊，不過我已經移咗民嚟呢度啦。真係香港又差，咁跟住又可以過嚟呢邊做咁咪揾到個機會咯。呢個機會其實得嚟不易 ，Rocky 認為要喺呢度租到第一間鋪並唔容易。佢曾經喺E0、Canada Water 等地提交申請，但得唔到回覆，最後只有Sutton呢間鋪願意頂手。聯絡到鋪，
入個 offer 俾佢，但係佢係得依間睬我哋咯，係啦，其餘嗰啲冇睬啦。咁甚至乎當然我話想睇 Central London 直情睇都冇機會睇咯，唔知有咩盤都唔會話你聽咯，咁可能就難揾啲咯，呢度可能咁啊變咗淨係搞呢度都搞咗好多個月，係啦，簽約都搞咗幾個月。目標可能就係睇下可唔可以短時間，即係我哋有依間 reference 啊，開短時間開到3-2間咯喺呢度，因為始終真係有翻咁上下鋪嘅數量咧，你寄食材啊，或者你就算話我可以嚟緊我舊鋪頭，我可以自己整埋麵添，即係我香港係自己整嘅，香港自己有拉麵機，跟住直接喺北海道寄啲麵粉過嚟，自己日日新鮮整，新鮮麵好食好多嘅，咁啊變咗可能再會整得好啲咯，即係變咗我可以再似翻我香港嗰陣時想做嘅嘢咯。博多拉麵別天神早喺2013年喺香港正式營業，最高峰時期曾遍佈中環、尖沙咀、旺角、紅磡、北角同埋將軍澳等地。喺反送中期間亦以黃店見稱，最後卻因牌照等問題喺香港全線結業。如今香港店成為回憶 ，Rocky 亦坦言喺香港再開店嘅機會好微，會係覺得可惜嘅。咁你始終香港都做咗咁耐，咁當然生意差就一定係㗎啦。咁香港生意差啦，咁但係咪真係差到要全線接呢？咁又未至於嘅。咁當然有其他即係我覺得做得好辛苦嘅原因，亦都係牌照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嚟嘅。因為開餐廳要有食牌㗎嘛，咁如果當你攞唔到食牌嘅話，咪即係叫你唔好做咯。即係佢唔會直接話俾你聽咩問題嘅，但係佢會話你一定有啲問題嘅，但係佢答唔到你咯，有機會係。由細到大咁，即係你喺香港咁耐，即係有咩得咩唔得，其實黑同白好簡單嘅啫嘛。咁而家就係唔係黑同白咁簡單咯，咁你就要中間估好多嘢嘅話，咁呢個就係辛苦嘅地方咯。